各位兄弟平安。即时咱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咱的心，请走角。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道路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听候你。这条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05首，圣诗205首，圣诗205首。过失得赦，罪得热看，这人真正有福。上帝无甲伊算无不义，这人实在快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过失得赦，罪得热看，这人真正有福。上帝无甲伊算不义，这人实在快乐。我点点无爱伊道，无罪人我的罪，就灭日地我肩当，那些辛苦纳税，对你买的所犯罪过，无通靠我罪愆。我讲我要认我过失，你就甲我赦免。虔诚的人叹息罪你，就救我的主。大罪患难险高，大卫来到你的辛苦，害人受着罪苦难，总是义人可怜。主爱怜悯包围帮赞，地主大大欢喜。这条，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条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壁第28篇。
启用文第28，现着咱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28，也是记载伫诗篇118篇。现着咱三角来启用，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告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杀的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请咱三角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你圣的日，你阁引带阮众兄弟平安来到你的圣殿，阮阁便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主啊，你是阮的亮光，也是阮的拯救，阁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阮要摆咧阮的罪过，无隐瞒阮的罪恶。阮要对主承认阮的过失，你也要赦免阮所犯的一切的罪。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阮。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阮一切的过失。伫阮的腹内，凡得到智慧，你甲求敢讲，怎样算家己的日子，搁一遍凡得到智慧的心。阮当时的兄弟，兼在有辛苦病痛，也有讲袂出的吐气，伫信仰的历程，侪侪坎坷。主啊，怜悯，你也照顾，你敢讲有病人，才会当，才有需要。耶稣才有需要医生，既然劳苦背重担的就近你就要凡得到安息。阮今日3月开始，阮的牧师也要负任伫阮西湖教会，主你也甲伊同在，赏赐伊属灵的智慧甲恩赐，会当找阮众兄弟向前行天路。阮教会日日侪坎坷，主你也知，你也怜悯阮。你甲因讲，受伤的芦苇，你无压制；必发的火，你无拍散。因为阮听候迄个耶和华的力，阮着要重新得到快乐。阮要走也袂赢，行也袂先。你也将这祝福临在伫阮的教会。阮也看见世界济济会无和平，国讲大国，民讲大民，济济有灾荒地变。主求你互和平的使者伫阮所想的，阮会当感受会到的，阮关心的，伫因的所在，检查因有死亡失丧的时，主你的灵透过侪侪使者来安慰因，来带行的道路，互阮有主你的恩典，伫每一个世界逐角落，地亲像伫天里。阮今日讲台求主，你也赏赐牧师温水的喙，出耶和华的话伫阮当中。将耶稣的疼，搁一遍无限制来显明。你也甲因讲，叫阮爱守第一条的诫命，按彼此相疼。阮也爱疼厝边亲像家己。阮着知，阮是主耶和华耶稣的学生。
阮要将遮个话放伫阮的心，免伫阮得罪你，阮会当佫入伫真理内底，佫照安尼来行出来。阮也想阮侪兄弟无伫阮当中，阮所关心的，也是阮的亲人，无论因伫逐角落，共即个时阵，主你也共阮享受恩典，伫因每一个，互因出入拢会当平安。相时也祝福阮，修理改命，来到你圣殿的兄弟，阮咱伫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拢是要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条赞美，我的心，你着欢喜出声，请圣歌队。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这条，咱要来看圣经，咱要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对第2节读到第7节，现着我来读。伫和合本第10页、汉语本、大汉本第9页、现代译本第14页。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拄当有人扛一个半碎的倒伫坡仔来就近伊，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半碎的讲：“囝，做你安心，你的罪赦了。”有经学师甲几若个人心讲，即人欠悬难散讲。耶稣知因的心意，就讲：“恁啥事心内藏歹意思啊？讲恁的罪赦，也是讲起来行，踏入一项较好较紧。总是因要恁知，伊要互恁知。”人子伫地呢，也有权通赦罪，就甲半岁讲，半岁讲起来，拿你的袍啊，倒去你的厝。伊就起来，倒去伊的厝。咱圣经看到遮，即条咱牧师要讲到题目是拍破框架的听，打破框架的爱吼，就拍破迄个限制。咱只是要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3月第1主日，也是耶牧师赴任的第1个主日。伫遮感谢咱兄弟姊妹大家的关心哦。
伫一开始一个牧师伫一个新的教会服侍，第一个挑战就是搬厝，所以牧师即马慢慢咧搬厝啦，因为3个囡仔拢搁真细汉，无办法斗3工，然后3个囡仔拢太细汉，所以牧师娘爱照顾囡仔，所以是牧师一个人来搬来搬厝，所以但是这就是互咱一个学习，凡事豆豆仔做，搁较困难的代志拢会成，所以讲即马就是牧师可能会开一寡时间，慢慢搬。有兄弟真烦恼啦，讲无紧搬好厝要安怎？但是不要紧，牧师会尽量甲咱大家兄弟姊妹保持好的联络，有啥物需要牧师来处理的代志，拢不要紧，随时来联络，拢不要紧。牧师互咱大家即个电话、手机LINE 若会当加，就加牧师。牧师迄 LINE 顶面是小可深色，写叶哥啦，迄是20几岁的时阵做少年团队即个青年球的名。我想讲即马虽然讲无个少年，但是保持心中有迄个少年的心，所以叫但是你莫叫我叶哥啦，你拢在座的。即个9成以上拢比叶牧师搁较年长莫叫我叶哥你叫我叶牧师就会使。好，安尼今仔日咱是第4个主日来探讨耶稣新约的意义，所以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透过每一遍读圣经。你亲自对阮讲话，但是主啊，阮有时阵，阮无办法看清楚你所交托互阮你的话，直到阮有时阵对阮头前的路模糊无明，有时阵阮会感觉我毋知影怎样做，才会下伫主你的旨意。但是感谢主你，互阮会当每一个主日。甲组织做伙，阮做伙透过祈祷、吟诗以及圣经信息的分享，互阮会当看出你的旨意是甚物，也会当透过阮彼此的交陪，你互阮活出你的话。所以伫以下讲道的时间，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不管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来得到造就，互阮灵命若加添，信心若坚固。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听即个字也是英文 love。这是即个咱即马现代人上介意的一个字，无论是流行歌，也是小说，即个爱情小说，以前即个30-40年前流行琼瑶的小说、爱情小说，也是每一个时代，大家拢真爱的流行歌，拢着讲着听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这50-60年前的老歌，也是即个40年前、30-40年前爱相随有诶无诶，听即个字，也是爱即个字，伫现代社会是上受到欢迎诶字，甚至听也是爱，伫咱诶现代社会已经变做互人随便来用诶。咱细汉的时阵，学生时代学英文，英文老师拢强调，即个英文内底 love 甲 like 是无共款。讲到人才有 love， 当然人也会当 like。love 是款即个迄款情绪顶面是真强烈的 ，like 较浅。若讲到物件咧，物件咱就袂当用 love， 咱用 like。像讲你爱食麦当劳，就是 like，
但是即个疼也是爱即个字，伫现代社会，互人乱用。所以即个麦当劳一直有即个广告词，讲 I'm loving it，伊用 love，那英文老师讲这是毋对，无错，爱也是疼即个字，常常互人用，但是咱敢真正爱也是疼是啥物？无错，咱伫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定义疼是啥物？也是讲真正的疼是啥物？伊讲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忍耐，凡事即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然后伊的结论是，疼永远袂无去。但是咱安尼读过游玩沙漠，到底是讲什么？疼即个物件非常抽象。咱讲疼是啥物？真恶地用咱有限的话来讲互清楚。所以咧，但咱需要用实际的例来讲疼是啥物，安尼上好了解。讲父母疼囝儿，我的是大人怎样疼我？你会当讲一个例。讲以前的时代，厝里经济无好，但是为着我的前途，父母拍拼，互我去补习，开大钱去补习，互我会当一路读册真顺利。安尼咱知疼就是安尼，用实际的例，这是上好讲的。伫咱圣经内底也是安尼，咱看见要讲到上帝的疼，耶稣是安怎做？耶稣毋是亲像哲学家讲疼就是1、2、3、4、5、6、7、8，疼的原则、疼的本质，非常学术性的。大家看了后，好亲像知，但是佫啥无？耶稣透过行神者，互当时的犹太人，互伊的门徒，互当时的非犹太人，也是互咱知影，啥物是疼？伊是透过医治人的病痛来行神者，要互上帝的疼，佫会当互咱通了解，佫较通实际的显明。这就是耶稣医治人的病痛的意义，也是耶稣神者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象征代表上帝的疼。留意下这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讲拄当有人将一个变水的倒伫坡仔里来就近我，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变水的讲：囝啊，做你安心，你的罪赦啦。咱看见耶稣看到什么人的信心？伊讲因的信心，然后讲到因是讲什么人？有人将一个变水的倒伫坡仔里来就近伊。所以，这个因的信是什么人的信？就是这个好心经因的这个破病的朋友来就近耶稣的这群人，这个人因的信，这才是耶稣的焦点。看到因的信心，就是这个付出疼心行动人的信心。留意下这会对伫即个半身不遂变水的人，
付出疼心的行动的遮个人，实际上就是突破当时社会对因行动期待的框架框架。咱社会对伫一个人的行为行动，拢有一个期待，这就叫做框架。亲像讲，咱知影以前高中规定女学生寒天嘛一定爱穿裙，毋知影恁敢有经历迄个年代？咱在座的即个姊妹，奇怪的，以前国中的时阵、初中的时阵，查甫热天就穿短裤，寒天会当换长裤，因为会寒。但是学校拢规定，女生不管，尤其高中的时阵，迄上明显。高中当然，高中的查甫已经拢穿长裤，无穿短裤。但是高中的时代，敢是以前的女生的学校，拢规定一定爱穿军训服，然后军训服咧，一定是裙。我毋知影恁读的迄个高中敢是安尼，但是我有印象。有教会的姊妹甲我讲起即个例，这就是社会框架。佮安怎寒？社会以前传统保守的社会，悠然期待女生寒天嘛爱穿裙，袂当穿长裤，好亲像穿长裤就安怎共款？这叫做行为的框架，社会的框架。遮会好款待半身不遂的即个患者，遮个人，因突破了社会对因行为期待的框架。为什么？咱即几礼拜拢有讲到，伫以前医学无先进的时代，社会上对身躯有破相，看做是神明对人不义的审判的结果。这是古代科技无发达的时阵，因认为讲你拄着即款身躯的病痛，这就是你有捌做过啥物代志，所以即马会安尼。台湾人讲，这是顶世人安怎，你才会安尼。咱即马知影这毋是，这是身躯出状况，也是有时阵人是因为遗传的问题、DNA 的问题，所以致成行动不便、破病了后半身不遂。但是以前科技无发达。社会就有即款的看法，你即马安尼一定是顶世人嘿，甚至社会上会对因看轻。但是你看到即个变衰的患者，伊的好朋友，伊无去顾遐个社会的偏见，因对即个身躯。肢体无方便的即个朋友，咱讲不离不弃，这真正表现出活贴的好兄弟的行动，不离不弃。伊悠然带即个朋友去追求耶稣，要追求医治。落兄弟，即个变衰的患者的朋友。才会经伊来见耶稣的遮个人，伊嘛打破传统社会另外一个社会框架，叫做啥物？管人婴仔书。咱知影，伫以前迄款散车普遍散车送香的社会中间，你三顿食有饱，拢是问题啊！虽然顾性命，你哪会管人的婴仔事？家己工作无爱去做，竟然
带朋友肢体无方便的即个朋友，过去找耶稣，因伫传统社会变做管人用啊事。但是咱看到大大，保罗讲，听就是包容。包容即个字，伫咱中文内底，伫咱汉字内底，好亲就是一个人，即个修养偌好，所以咧，有人伫遐边仔伫遐吵着你，你包容啦，你莫生气，你感觉不要紧啦。但是希腊文原文内底包容，不只是即层面。希腊原文咱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原文内底即个包容即个字，是甲厝顶相关。厝顶是啥物？亚卡，所以落雨的时阵，雨袂压着人。厝顶佫是啥物？保护。所以咧，野兽袂走入来，大日头袂照着你。然后咧，厝顶佫是啥物？建起来承担的意思。所以，咱新约圣经内底，保罗讲到听是包容，其实这意思是佫较深的，是你愿意也看。就是保护，也看也是一款赦免，也看也是你承担兄弟姊妹的痛苦，你做伙来承担，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包容。所以出对真正会听，才会朋友。经即个变衰的患者来到耶稣的面前，互因受到医，互即个变衰的患者身躯得到医治，这叫做包容。别人的痛苦，我感同身受，甚至我愿意经起伊，经起即个患者来，互伊得到医治。你承担，你经即个朋友帮赞伊，来互伊得到身躯的医治。同款讲到经，抬起来啦，经绝对听耶稣也举起十字架，家己承担全人类罪的代价，互咱得到救。救咱灵魂脱离罪恶的管辖，所以听就是包容。这个包容就亲像厝顶同款，你愿意用行动来保护你的兄弟姊妹，你愿意包容，也是一款赦免。可能你的兄弟姊妹毋是100分，但是佫安怎讲？伫主内拢是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咱愿意来赦免。同款包容也是一款承担。你看到你的兄弟姊妹面对着困难，有困难，大家做伙来承担。所以遐这，今仔日咱所读到耶稣医治即个变衰的身躯的问题，即个故事中间，就亲像保罗所讲的，咱也看出真正的听，就是凡事相信。耶稣医治即个患者，即个变衰的患者，因为耶稣看见这个有疼心行动的人，
因的信，因的信心，有可能你若斟酌看第9章第2节，你若安尼斟酌来看，你会发现讲，好亲像耶稣所讲，因的信心，即个因，安尼强调，有可能即个互人经来的即个变碎的患者，伊本身无拄有信心，有可能甚至伊无相信。但是出对信心，才会好心的人，因相信耶稣愿意医治痛苦的人，因也相信耶稣愿意付出行动，才会人相信，因出于相信，因也愿意付出行动。落去兄弟，这个人所表现出的信心，是搁拄啊好甲第9章第3节，马太福音第9章第3节，讲到这个经学书，因的无相信，因一开始袂前话就伫遐讲，因感觉讲耶稣是抢权。伊讲耶稣是随便讲话，就算讲，因一定万捌听见耶稣所行的事。若讲咱看即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顺序，咱知影第8章就有开始有遮个耶稣医治的神迹。因应该是拢有听见过耶稣所做的事，但是因未前话，耶稣拢还未动手以前，耶稣还未医治以前，因就大声伫遐讲啊！耶稣这是抢权啦，耶稣这是随便讲啦。经学书因的信心不足，因的无相信，甲遮个经朋友来互耶稣医治的遮个人的信心对比是真正大。经学书无相信耶稣的身份，伊无认为耶稣有气力通医治人，因搁较无相信耶稣有权能会当赦免人的罪。咱讲到新约圣经内底福音书所写的经学书，你若干那想讲这是别人，这是别人较会安尼，实际上福音书记载真侪经学书安怎讲，经学书安怎做，法利赛人安怎讲，法利赛人安怎做。有时阵咱现代基督徒，咱来反省咱家己，咱一无小心。咱掠讲咱基督徒的身份，咱一无小心煞做法利赛人，也是经学书同款的事的代志，甚至有时阵咱也会信心不足，有时阵你会感觉我恳求上帝，我求耶稣基督甲我安怎？但是我的祈祷耶稣好亲像无听到，上帝无回应。但是咱会想着讲，可能咱拢有即款经验，为着一个小病痛去病院，互医生看，但是咧，结果医生检查落去，哇，发现着另外一项搁较严重的症头。想讲我嘛听去北京教会有相连团契的客友讲着讲伊有一遍听去即个医学讲座，讲到迄个大肠癌的症头，感觉我嘛有闭结的所以伊就去检查。以前感觉是闭结，但是去检查，哇，真正大肠癌。
也是讲，咱应该知影这是医学小常识。骹只偏疼，其实爱细腻哦。哦，这是心脏心脏可能有问题，所以你会常常骹只偏会疼。当然听讲迄款的疼是甲一般的迄个筋骨无爽快的疼是无共款。这拢是小小的医学常识。但是叶牧师毋是医疗专业，这拢是听来的，有可能听嘛无拄拄是正确，但是咱应该有即款经验，为着小病痛去病院，但是医生检查了后，发现另外一个更较大的病痛，但是因为安尼，医生会当好好家己处理即个更较大的问题。只是有侪基督徒向上帝祈祷了后，上帝的回应的方式，也是甲你初初所按算的完全无共款。但是上帝的回应，却是互咱会当更较大的问题来得到解决。亲像这个朋友带这个变衰的患者来到耶稣的面前，因所期待的是耶稣干那医治这个患者身躯的问题，但是耶稣看到的是更较宽，耶稣看到更较深层的问题，所以耶稣赦免迄个变衰的罪。前几礼拜叶牧师一直强调，咱伫圣经内底讲着罪，这代表不只是真正犯着什么代志，这是一款圣经内底讲的，是款罪性，但是讲更较明确的，常常是咱心中的罪恶感。我捌做过什么代志，到伫今嘛这项代志。迄款的罪恶感悠然伫我的心中，有可能你会有怨恨，有可能你会有后悔，你会有遗憾，这项代志藏伫你的心中。当耶稣讲到你的罪得到赦免，其实就是要帮助咱，将心中这个遗憾、这个怨恨、这个不满，互咱会当放离开。耶稣看到的不是这个变衰的人身躯的问题，耶稣知影，更较需要解决的是心灵迄个侵占的问题。所以耶稣讲：你的罪赦，你的罪得到赦免。其实毋是讲到这个人犯罪，更较重要的是，伫这个面对着身躯的病痛的过程中间，心中一定有真多累积，有可能是失望、绝望，有可能是心中有累积后悔。我若莫安尼，我今仔日就袂安尼。耶稣讲：你的罪得到赦，表示会当将迄心中迄个苦解放落。留意下这，耶稣用疼来拍破这个框架，伊疼这个变衰的患者，所以耶稣不只是解决伊身躯的病痛，其实更较重要的是侵入伫这个变衰的心中，来完全医治伊。所以，咱看见耶稣的疼，出对疼，所以耶稣袂去顾着这个经学士迄款异样的眼光，也是迄款负面的话。耶稣无因为安尼来阻挡，来停止伊应该做的事。耶稣选择
最正确的代志。耶稣毋是选择别人期待的事，伊是做正确的代志。所以耶稣互即个变随的人重新徛起来。利未兄弟，耶稣一开始对即个变随的讲的话，你会做啥啦？但是咱发现，耶稣无马上来医治伊身躯的病痛。我想，虽然讲圣经无写着，但是耶稣第一句话，毋是你会当爬起来行，耶稣是讲你会做啥？这可能一开始，互即个变随的，甚至伊的朋友，伫迄当时会感觉真失望，讲哎，耶稣哪会讲这？啊，耶稣应该是直接甲伊医治啊。但是利未兄弟，有时阵上帝回应咱祈祷的方式，一开始也会互咱暂时失望。爱一直到咱通了解到上帝完整的作为了后，咱才会通体会到上帝的旨意是上美好的。各位兄弟，咱要知影，耶稣透过假信者来医治人，互咱体会到，互咱看到上帝的疼是遮尔啊大，上帝的疼是比咱想象的更较完整。所以检测咱即马活伫失望的中间。但是咱要知影，只要有上帝的疼，咱就通保持盼望。亲像耶稣照着伊的旨意，拍破自然界的框架，医治迄个变随的身躯的问题，用即款的行动来见证伊是上帝道成肉体。见证上帝的疼是遮尔啊大，见证上帝的气力是关过自然界的限制。但是咱要知影，上帝的疼是超越人所通想象，上帝的作为有时阵也甲咱本来所想的无共款，咱要等待上帝完整的疼，互咱通体会到，咱就会通知影，只有上帝通医治，也只有上帝通赦免。各位兄弟，耶稣医治即个变随的患者，互众人会当突破社会框架，来看见到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关联。人要知影，咱所以会当成做基督徒，罕的是因为有一个神学家伫你的面前，伫遐高谈阔论，讲遐个神学的理论，然后你就信耶稣，你就成做基督徒。咱需要看到的，就是信仰，互人真正生命伫着改变，互一个人本来是失志，因为信仰来得到激励，这才会当互人信仰改变。咱需要的是信仰，互人生命伫着改变。疼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疼互人通超越
日常生活的框架，看见上帝充满慈悲疼痛，上帝是全能，上帝阁有赦免的权柄，听也互咱通看见信仰改变人的生命，听也是真正也会当改变咱的生命，所以愿咱每一天追求上帝的听，也倚靠上帝的听，来面对现实生活中间逐样的挑战，逐样的困难。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阮对圣经所读到，你医治即个病衰的人，身躯病痛，甲心灵欠缺的事，互阮感受到你的疼是超越阮所通想象。你的疼是互阮伫失望的中间，一一会当倚靠的。你的疼也互阮通不只是顾家己，佮愿意去关心别人的事，也是你的疼，互阮会当保持愿望，互阮就算现实中间，阮现在面对着困难。因为你的疼，因为阮知你疼阮，所以阮愿意将阮的期待转换做信心的行动，来等待主你的旨意伫成。主啊，恳求上帝你，互阮亲像即几个经朋友来就近你所做的行为。互阮将阮的信心转换做行动，也将阮身躯边遐个需要就近你，来对伫主你得到心灵医治的人，也带来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互阮因为有主你的听伫阮的心中，愿好大宣扬主你的美妙。主啊，愿主你互阮会当时时刻刻感受着你的疼，充满伫阮的四周围。恳求上帝你甲阮时时刻刻做伙伫地。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的勉励。即碟，咱要来唱回应的诗，圣诗581首，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困强压落听称赞。注释恩惠未捌停止，大声吟诗来赞美。一心学乐拢无时停，和谐声音透天庭。上帝疼痛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稣万福本源，困强学乐听称赞。主所恩惠未捌停止，大声吟诗来赞美。热心学乐拢无时停，和爱声音透天庭。上帝疼痛因为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时时刻刻纪念主恩，做主路用能温润。
小做保守的到现今，愿我会听主声音。我行到危险的道，耶稣引带行正路，主老保护救我心灵，救赎带我到天庭。我受恩爱，极大极深，每日会别我的心。对待以后，在我心正，一心听主受改变。离开西北黑暗高界，接地光明的徛在，困求我主认我的名，甲主点点的声声。请坐，一碟咱要来奉献，咱请济南执事甲民兵执事来施献。即个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咱今日欢迎新来是无新来啦吼，阮的真好的同工吼，阮因教会因今日去野外礼拜，所以我请伊来咱吼，保住也甲亚会乡吼来咱伫咱的教会。咱来第一点，咱就知道伫2023年的2月19的小会吼的议决，伫遮咱来看吼，咱因为中委会咱3月甲伊提，所以因4月看伫4月23啊4月30，互因摆吼，咱等下通知，因为伫3月14因才会开中委，所以咱才会知影迄个时间，即个时间是咱先提，吼。第二点就是讲乡门中迄个7星中会，咱3月初牧师就加建劳保吼，搁办理也牧师的户籍，因为爱有中会迄个文，咱才好多签。但这是上任了迄个文啥，所以到4月才会签。第三聘任也牧师的本地6任，副任是2月伫3月初开始吼，有4年的时间。第4点，咱的中委会因的开会，因是定伫3月14，家人伫家人教会，所以咱派民意长老前往中委会，甲牧师会去献聘，任期是4年。第一点，咱3月10，咱北山区青中北山区伫2022年年度的校铺甲铺册甲校铺的检查。请小会、中执会书记、财务委员准备相关文件备查。第三，咱后礼拜3月12的讲道题目是信耶稣新约的意义。第5，上帝同在。经文是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
第四，咱来看咱教会会计报告，咱正月底咱的存款是363648块。咱到咱2月份的结存有19万，所以总共是457608块。咱大多数项咱家己看吼，有当时咱伫咱的生活当中，就会当为这个代志来祈祷，毋是伫啥物所在，啊啥物特点，啊啥物时阵，吼，这拢是随时咱会当为着教会，为着咱所关心，伫遮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甲恳求。一点咱来看咱聚会的活动，主日礼拜伫上午10点，圣乐队伫8点45。咱早经祈祷会伫拜五暗7点半，咱伫顶礼拜咱就开始吼。咱即礼拜要查的经文是5章，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甲光，望咱兄弟拨咱的时间来参加1点钟尔吼。我想将这时间互上帝，上帝将性命互咱一世人吼。咱过来看消息，圣工的事项。咱交代今仔日是邦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宴庆节。咱后礼拜讲道叶牧师书会是杨长老，苏琴谢文老师领唱是吴勇，献诗是秋妹执事甲民兵执事，交代素琴节甲bình荣兄。插花是杨长老，清扫是秋妹执事。咱的聚会的人数甲奉献，咱家己来看，然后顶答请用过价出来来更正。咱来看正平下骹，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遍，咱台语读2遍，华语读一遍。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6节，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年有权通下罪，就是万岁会讲起来，举你的袍啊，倒去你的厝，请。总是有害人子伫地年有权通下罪，总万岁会起来讲，举你的袍啊，去你的厝。总是有互恁知，人子伫地年有权通下罪。就甲万岁讲起来，举你的袍啊，倒去你的厝。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对说起来，举你去吧。马太福音9章6节。即时咱有缘坐伫咱的位吼，咱讲述互相来请安吼，平安。伫遮我第约用阮一段时间吼，我讲，因为咱教会伫遮几个月来拢无牧者牧师伫遮，咱也感觉讲，伫遮咱要三甲来往前迈进，请咱兄弟若有无拄仔照牧师讲的吼，拢会当直接甲牧师来联络吼，甲伊落。我对10号我会去美国，可能爱2个半月要甲咱兄弟伫遮斗阵敬拜上帝，但是我相信，咱伫世界各地，咱拢共款吼，拢有迄个心。阮若将遮头前要牧师的迄个献品甲上人吼，咱拢伫祈祷中来祈祷吼。因为我所爱做我无法度，因为咱的中委会若讲切头进前，我就会当代表教会来献品，14，所以咱会请黄长老甲牧师吼，伫遮咱也真欢喜，咱牧师伫遮今日开始，我相信咱若好好甲牧师相同行，咱所有的进程，咱就会袂记伫咱要往前所查的标来走。咱即时也要请牧师简单一寡报告。所以拄到牧师有提起讲道前有提起即摆牧师伫搬厝的过程中间有可能咱会友的习惯就是直接来找牧师但是真正即摆
这搬厝过程有时阵会无伫诶，所以真正咱即马手机啊，还是 LINE 拢真方便，会当先即个有啥物代志要联络，会当请直接甲牧师联络，牧师真欢喜会当对3月1号开始，正式会当来伫遮，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行耶稣的路，毋望讲咱会当做伙彼此同工，彼此扶持照顾，互咱的西湖教会，虽然讲是咱即马中会内底算做至微细的，但是咱莫看轻咱家己，咱实际上咱会当做的代志是非常的多，就是你我伫生活中间，其实咱的生活就是咱的宣告。咱每一个人将咱的生活用即款的精神来活，我相信咱教会会渐渐改变，咱教会也会拿来有基督的香味，会当吸引搁较侪的兄弟姊妹来到咱的中间。咱就为着咱2023年3月一个新的开始，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咱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大家会当做伙来迎接教会事工的新的开始。主啊，阮大声是感谢主你，因为你透过阮的信仰前辈，伫40年前就伫西湖这个所在，为着主你的性命，为着主你的疼，会当临到更较侪的人，伫这个所在，伫这个地区，大家做伙拍拼，到伫今仔日有教会硬体交整，礼拜堂事事的美好的境况。但是主啊，阮也恳求上帝你看顾阮，就是阮虽然讲面对侪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问题，互阮无亲像过去人数遐尼多，但是主啊，凡事拢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你爱阮学习谦卑，通跟对你的脚步；你也爱阮学习，就是对阮家己来做起。你爱阮真正对伫内到外来得到改变，对伫个人到伫影响着阮身躯边的主内兄弟姊妹，甚至阁会当透过阮所讲所行，阁会当带领阮伫工作，甚至伫阮的家族中间，也是阮平常时所做的志工活动，会当引带需要你的疼的众人来到这中间。主啊，伫新的牧者初赴任的过程中间，阮知难免也有一寡需要时间来适应的代志。恳求上帝你的疼，常常伫阮的中间，互阮用疼心讲真实话，但是也伫疼的中间来学习包容。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西湖教会，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保守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牧者
牧家，也是长老执事，也是事工服侍的同工。主啊，恳求上帝你，成做阮真正的主宰，互阮照着主你的话来行，也照着主你的旨意，彼此包容，彼此合作，互你的旨意得成。愿将教会逐项的事工交托互主你来引带，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的不足。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点，咱们唱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圣诗线，咱们请牧师甲咱祝祷。圣诗396，打马散会，求主赐福，互咱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军队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请咱起立来吟。打马散会，求主赐福，互咱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军队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勇敢宽变归主生命，总愿心志免惊吓。千里团结打背小心，血为主最坚强，最主坚强，最主坚强。无论多几最强定。教会奋进，叫咱做见，所受灵魂那家己，阮的心声叫做帮助，哪个哪在阮无限。不动作，我同所讲。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